玩，好好玩，耶！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推介童話阿爾山五彩興安嶺13日行程，全程唔使自己做攻略，跟住我哋玩就得啦。由香港出發，進入東北深處，一次睇盡草原、森林、邊境、濕地，仲有好多靚景打卡，保證大家玩得開心又盡興。第一站就去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，呢度被譽為中國最美的森林公園。駝峰嶺天池好似一塊藍寶石吊墜，杜鵑湖金秋時節，金黃樹林映住藍色湖水。哈拉哈不凍河，四季不結冰，三潭峽溪水潺潺，一步一景。仲有中國最小的火車站阿爾山火車站，打卡出片一流。之後，我哋穿越新巴爾虎、右旗大草原，經過玫瑰峰去到滿洲里，呢度係中俄邊境重鎮。站在東亞之窗，可以一眼望晒中俄蒙三國風光。睇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小鎮，晚上仲有特別安排，璀璨夜景最佳拍攝地。北湖公園嘅燈光靚到唔捨得眨眼。跟住穿過中俄邊防公路，去到被稱為亞洲第一濕地的額爾古納濕地，登高俯瞰，曲水環抱草甸，岸邊華樹成林，好似一幅天然畫卷。再穿越大興安嶺腹地，去加格達奇睇原始森林風光，秋天紅葉、黃葉、綠葉、紫葉交織，好似打返條色盤。仲去亂江平原睇東北大倉嘅金黃稻田，一片豐收景象。之後去到五大連池，睇被譽為中國火山博物館嘅奇觀，溫柏七彩斑斕，仿如江南園林的天然盆景。仲去伊春睇五營國家森林公園嘅紅松林海。秋季浩瀚林海變成五彩斑斕嘅水彩畫，湯黃河石林，樹在石上生，石在林中藏，白樺林同紅葉相映成趣，靚到唔識形容。一路向東去到府縣，去黑蝦子島睇一島兩國嘅奇景。睇東極廣場260號界碑，睇黑龍江同烏蘇里江匯流嘅壯觀景象，仲去三江口睇蔥花江同黑龍江匯流，兩水顏色分明，東流10里不相容，親身感受連三江通四海嘅氣勢。最後去到哈爾濱，睇東北盧浮宮哈若鹿廠嘅歐陸風情，外觀遠東最大的東正教堂聖索菲亞教堂，行100年歷史的中央大街，踩住石頭路，感受老哈爾濱嘅風情。全程純玩，無自費，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的旅程。